華發真係頂死晒其他開發商啊！人哋嘅公寓都係商業性質嘅，得佢住宅性質噶。唉，人哋嘅首期都係5成，就得佢啊1.5成嘅咋。人哋咧都話，哎呀，我幾分鐘可以到達華發商都，而佢啊就喺商都樓上啦。120幾萬嘅總價，首期18萬，月供4000幾，咁呢個咧係成一個十字門上車門檻最低嘅一個戶型噶啦。咁珠海咧大部分啲公寓咧都係商業性質嘅，年限咧一得個40年，首期又高喎。咁呢個就唔同噶啦，純住宅性質70年嘅產權，樓下咧就係華發商都喎。咁我哋依家直望過去咧就係濠江同埋成一個澳門嘅舊區都係我哋眼前啦。咁我哋出門咧10分鐘咧就可以上到港珠澳大橋噶啦。如果咧你係追求地段嘅話，又唔需要話太大面積，咁呢一套一房一廳真係住起身好舒服噶。平時咧喺屋企唔想煮飯嘅話，落樓就係華發商都大把嘢食噶，食完飯仲去海邊散步，慢慢探佢啦。咁每年10月份咧都去欣賞下澳門嘅煙花節，每一次煙花節嗰陣時咧，哇，十字門啊，一定係最佳嘅觀賞位置啊！如果係間唔中住下，平時咧又想租翻出去下，其實呢個一房一廳嘅單位係十字門係最好出租噶，輕輕鬆鬆咧就可以租到3000幾蚊噶啦。好啦，如果咧你對呢個單位感興趣嘅話，你快啲評論區或者私信十字門啦，我會將呢個項目嘅最新詳細信息發俾你噶。